怎样都无所谓，对不对？没关系，今年花落谁家都在我们家。哦，再紧一点，再靠近一点，好。来左边，各个不同的声带，中好，右边，这感人，左边要换一边，对对对，换一边。后面的刺中间，是我的错觉吗？来看中间，而且今年露露姐就是3天2夜是演老师嘛，拍什么360度的 pose 啦，这个孕妇最伟大，好不好？摄影大哥，好，飞车哎，中间，真的，那不好意思，其他的摄影大哥也来一下吧，好，左边，来这里哦。来右边。更吓傻，然后很开心哦。然后今天是我爸生日，所以我马上就传给他，说生日快乐。我本来在想说，我今天不能陪他过生日，就这个有一个生日更好礼物，太好了。对，就当然后就是很谢谢嘉颖，真的就是像您说的，没有蔡嘉颖就没有这部片。过敏的。对，是过敏吗？很感动，好，那你得奖，率先得奖，等于是对这部片的一个肯定。其实我觉得知道得奖第一件事情，我想到的是我们又有多一个可以宣传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上映中，然后会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管道或有各种方式知道这部电影正在上映，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对。好，中间。好，我又忘记右边的摄影大哥了，不要打我。好，来右边。只要能拿奖，怎样都无所谓，对不对？没关系，今年花落谁家都在我们家。哦，对，这个讲得好。好，来，我们先看中间。来这里。今年的死亡之组就在这边了。好，左边。非常开心能够跟就是这么厉害的前辈们一起入围，我觉得我此生足矣。此生足矣都出来了，好，这样就可以了，很开心。不足，还要继续加油努力。好的。对，我就紧接着讲，好，很开心的入围的女主角，这个真的是千金难买。有的人努力了一辈子，她跟金马还是站不上边。她很好，她很棒，但她就是没办法。所以看到像你这样子，我真的很高兴。我刚刚跟她讲，我说老爷赏饭吃，进荧幕大荧幕，它就是现实。第一个就是外表，再来还要看实力。你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一定要努力的顶上来。没关系，我们一直栽培人才，欢迎大家来挖，对不对？对，挖，对呀，挖出去，对不对？然后再把别人再吸回来，这我们都不会计较的。我们台湾人才太多了，怕什么？所以你要努力啊！这样讲够多了吧？很多，很赞，非常棒。文策院的。